开了，这小跳颜色。现在你们看，以后你们不愁没有直播了，现在几个都在直播。晚上好，日晚好，hello。小麦，那个小麦，硕大的小麦，今天跳了，明天就走了，一个个子比较高的。那个朗卡每天都来，每一次都喊他说是你老婆吗？他说不是，他跳的比较好的，硕大那边。Hello， 看到过。这个 C 区是泰国的，太难了。这是小麦。长发大叔。对，小麦，对，小麦大麦。以前呢，搞忘了，以前叫小美，好像改名字了。最早朗卡跟我说他是叫小美，他自己的名字叫他们叫改成小麦。他明天就走了，他和朗卡一起走，他们来了3天。那前天晚上叫我来，我说我有点累没来，昨天晚上排班没来。今天该2号组吧，硕大小麦。哎呀，我孩子都没带，我带了包。哎呦，好忘了，车上。
秋吉也穿正装了，也不算正装嘛，只是说穿那个靴子。更难去。四郎那个小朋友，这个。好像有四打的吗？围在一起啊。为什么好吗？一切都好。伤不伤？不是色达的小麦子小麦，他明天就走了，就前天昨天来了，今天他第3天嘛，明天就走了，和那个兰卡就回家了。
天天都热了吧，每天都热了哈，只是有没来而已。上不来了，谁家收的衣服？对对。看了之后，已经素材的发给那个王卡。吃素的话，他们一般是，哎呀，其实女的应该好一点，男的一般达不到吧。
房都热得不得了，一会儿打开敞开了。本子没来呢。哦，来了。哎，好久没见了，好了，太没见到了。徐州回老家去了，雅江嘛，他回老家去了，没去滨州婚礼上没看到他。单凑后面是用二，要上巴西，麦吉，哦，小西西。哇，我车上好多哈达哦，10多个哈达。我准备搞忘了，说的他们先给他们算了，因为那个哈达那个在英佐那个地方。不是，他们带了之后就放了我的车，放了包包里，不是袋子里面，然后我拿，他们不要了。这些好的可以循环利用了嘛，可以循环了嘛，然后准备把它全部打整了，重新现一样了，反正就是不成。
的那些，看到就可以，烧了之后再收回来再送。这是色达小麦、大麦、小麦，它以前叫小美。没有那个叫明天就走了，小麦，色达小麦，我们抖音名字叫色达小麦。跑太快了，他们跑第二天去了，看吧，跑太快了。他们一直在跑的，看吧，他们3个，他跑得好快嘛。氛围带动起来了啊！你跑得好快哦！跑几圈了？本来一圈那边2圈了，哎，转了1圈。没事儿，跳出那个感觉了。今天准备7码5吗？好，7码5。今天穿那个衣服肯定要跳7码5。请他们休息一下。真没来呢，永吉今天没来，我估计不会来。他们有个粉丝要给他送花，我说你星期6送算了，星期6保险一点。今天送他99%不会来。他以前星期3的话穿队服嘛，然后星期3还要跳金刚舞，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没有跳金刚舞了。金刚舞有些地区不让跳，现在拉萨那边好像不让跳金刚舞，跳金刚舞是因为还有就是太长了，15、16分钟。拿不往后取出来后边。直播的话要看排班的嘛，排班的话有人不来的话可顶替。还刚刚来的嘛，在曲镇刚刚来，是要有人不来的话就顶替。
这个是想来就来嘛。还有就是现在直播的有点多，不只是我一个，还有我自己安入之后，它是同一个信号，还有一个雅虎。老王也在直播，应该还有些像那个于峰也在直播。以后你们基本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都会慢慢都会直播了。为什么看小西西心情好一些？为什么呢？就我问他能不能在这个里不要回家了，好像阿坝县没多远，就在成都这边租个房子玩，算了。这个地方找个班上嘛，是吧？找个地方上班嘛，然后晚上跳舞嘛，没事儿白天休息就做这个吧，是不是？回老家那边他一个人还也在家里面直播，他有时间是在他家里面，周边有些就是他直播的内容有时间就是干农活那种。乖乖女那种，她家也不远啊，也不远，也阿坝县，就是和那个，就她不在县城里面，她在那个在中间那个乡村里面。他长得也很高，跳得好，跳了好久了，最老的一批。对，他经常的黑色的，经常。哇，四郎，你脸都红了，这么热，呵呵，全部红了，你看吧。他刚刚穿2件衣服，现在脱了1件。杨秀前面的是哪个？杨秀，白衣衫白那个？那个是那个了嘛？那个，哎呀，小罗了嘛？小罗同志，他们头发染黄颜色的啦。这个动作扎西的看最舒服。他们3个人跳这个动作基本上一致的那种，分支
都差不多，男女儿跳得好的都差不多，一样的跳得好。哎呀，才来呀！刚刚微信不来了嘞，你在直播吗？他们要在一起2个。就缺英卓，我问一下英卓什么时候到成都？应该等几个月吧。杨金吗？
起来。什么意思啊？我感冒了吗，小罗？报警了，杨金，这个稀客呀，哎呀，小胖。杨拉这个杨拉是空姐，没问他哦，搞忘了。这段是应该每天都得有时间才会来跳。杨拉，搞错杨进去了。杨拉，这是玉珠，玉珠前面是确诊，什么要报警啊？17什么事啊？哎，这是17的吧？刚说17是啥事儿？动。阿杜昨晚没来哟，尔康那个阿杜昨晚没来。17来了的嘛，丽丽没来，瑶瑶没来。小罗穿那个衣服，头发染了之后，常务都没认出来。常务说这个穿白衣服的是谁啊？他完全没认出是小罗。什么意思？不存在，反正。跳舞的个人爱好不存在哦，来不来？今天不来，明天来。红布没来。我不是杨拉，每次搞错。杨拉。
江博队曲歌队，全程笑嘛，小西西全程的微笑，第二圈时期。小麦跑不在了呢，帽子在后面，在那边，在最后一个了。青稞酒，哎，他不喝啊？忘了存。哇！他不喝。我都不。喝酒喝太多了，太激动了，跑太快了。还有五朵美酒这个好听，它好像没有右旁边没有这个是麦吉，后面是小西西，在后面是玉珠，是确诊。哎，对了，青错好久没来了，我问一下，他青错没来了，嘎？青错还没来了，我也确诊就知道了。不会啊，他5万也没调吧，很少，他没在成都，到时候问一下去，我要确诊就知道了。他们2个随时在一起的。
样便是野马里，都走呀来我，咱不是个比，啥地方呀来我个啥里，啥地方呀来我个啥里，啥地方呀来我个啥里。但是关键是你口不久，你跑就走。哦，钞票这个啊，这个有点长啊，这个19出头，这个就看女队员了。这都差不多的代表作。对，这个很正常，他们都跳这个舞蹈，天天跳的，肯定只是换个地方而已。你说他色达现在成都。沙姆，用奇迹走马，好，用2，上巴西，麦奇，小西西，玉珠，血针，老佛，给去扎西。哎，
太累了。跳新舞嘛，跳了个1舞来。他们好累嘛，你看嘛，休息一下。都在补充水分。来，我再用。嘿嘿。那我就接不了手了，我接不到。过来，采访你一下，过来。什么资源？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资源是什么？资源呢、你是说拍的人吗？你是说？画面。有点老了，要想不起来了啊！我也是想不起来了，咱在想。哎，我首先是用相机的，知道吧？我用稳定器，用相机的那个，跟着相机在拍，我没有看直播方面，没有在乎这个。肯定首先是相机啊，我稳定器随时在转啊，变焦啊，放大缩小那些，我根本就没有看直播的界面那些，直播方面没注意到那些。因为稳定器它是那个减少那个防抖的，没有抖动，主要是看相机里面，这个直播的那个手机方面都没有在乎那些。稳定器加相机，它是基本上没有抖动，但是我手机直播加的那个稳定器的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扶手上面那个没有
没有防抖，它只有相机自己的防抖。那轮是哪个？啊，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C大调？我不知道。毛毛雨了。麦吉、王小西、克老福。都是刚刚来没多久。再来一个就9点半了，没有9点个2啊，9点个2分，就7毛5喽。7毛5啊，要7、8分钟左右吧。他们刚刚来没多久。再跳一次。两个转7了。
听歌在说下毛毛雨了，搞快要收了，因为这边投诉说9点钟就那个这边贴的那个告示那些说这边是噪音有点多，说是9点钟就要关就要结束，像今天晚上跳1舞了嘛。社区里面贴单子，这边有人投诉。来了一遍啊！起码5楼。785。哎，不跳了吗？785。你敢维修？你看嘛，他们都跑过来捡衣服了。你看嘛，全部都跑过来了。785。结束了。今晚他们穿那个衣服穿那个条旗我多好看。结束了啊！主要下毛毛雨了。我们下雨了，宝贝。好，下雨了。小卡拉米下雨了，怎么了？我知道，我正想回家。你跳起来也没有我高。做饼干了，饼干抓过来。花花，这句话没有花花。好了，还有一点点，还是有点没完全好。拿过来。拿过来。旁边9点过5分。饼干交过来，饼干。吃了3年。什么饼干？饼干，这个牌了嘛？那个这个牌子的，我有啥子？你吃饼干的？名字叫饼干。哦，饼干。全部要收。感谢。饼干。对那个牌子，对牌。真的？我这儿也有，没有马白上穿起白色的。咋了？去的穿了白衣服，你们生意的有没有？这个我就穿了白孩子，你们又不愿意啊！一天踩人家的手。发誓太帅了吗？我说的。饼干。你发誓。饼干都交完了吗？交了。我说真的要帅啊！谢谢，不骗你。不骗你干嘛？用那个吹三角的，吹三角我怎么没有这个东西？什么是？哎呦，它是显示在线人数的。是，我那个就不显示。那个应该是网络问题，它不是每次都显示啊。跟网络有问题，有关系。15，娃娃的和山姆。修太阳，不是修。
新娘子也落在那里，结婚都已经过了3、4天了，你现在才找新娘子。如果新娘逃婚的话，现在已经走到国外了。不要看你，印度他们结婚是要有规矩等量生产的，啊？是不是有规矩等量生产的到成都吗？对。好多天左右的？它不一样吧，有的是就2、3天。哦，我有1天走的。往边上走。今天好凉，对呀，姐姐。到时候来成都，麻烦你是应该帮我出好，3分31秒。是你贴的，你只发那几十秒，是不是？你只发前面几十秒就可以了。拍完整版。还发小号。好。还要发小号，不然我来拍。我把 UV 镜有问题，我把 UV 镜取了，看清楚点。你看哪一种？它什么牌子？我把 UV 镜是别人送的，但是那个买下来是镜头没送的。
个吹风机的嘛。但是高版本26号，还是很慢的26，还加价3000。有4万高吗？要跳就转起。多吃点，加下餐。没了，好，往这边走。看到。还走一点。来，往前面走。好。都在跳啊，他们后面都在跳，上面也在跳，下面也在跳。各家不都有了，秋日看金钱，秋日看金钱喽，个年草草大我啦，秋我钱啦钱，秋。跟着去个啦，我啦，看多生一切，看
ขอเธอสอตุทุละอาดูเยชาเรอาดูเยชาเรโลโอ้เชื่อมโยง
这个我变大恰恰，见人的卡印很过瘾，铁马的牌一打看的，给熊的心去连哇的，烫起我水电卡汉的，铁熊的绑架拢烂的，铁马就绑住脑外的，对我的境界连哇的，他宣布世界卡卡，铁熊啊他的拢烂的，铁马就是放住脑外的。说你话的，你话的，人不信的说你话的。马这个江头去一样的生命是个说你话的，你话的生命是个说你话的。从我们农村生命呀，解决了检查生命的，起码就讲。